为着要拓开过路人地角的臭名，去年6月30开始，赛车无让人上当会当罚到6000。台北市嘛有伫真侪重要路口增加过路人提早车顶的设计，让赛车会当较早发现到当咧过路的民众。未来嘛要扩大实施。 那这个时候的行人其实已经走在行川线上，可以增加行人的一个可见度。行人过斑马线发生事故的案例是直发生，为着卖个互人讲台湾的交通是行人的地角，对去年6月底开始，台北市大大增加路口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计，按照路口的设计，互行人先行3秒、40秒。 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计，本地多数规划伫咧学校四边的区域，也阁有主要的车路。不过一半冬以来有大大设置，到今年2月底，台北市已经有970台行人车顶提早开，比例是全国排第1。那这个实施的那个数量呢，其实在以台北市来讲，就是整个号志化路口的一个实施比例呢，是高达了35%。那明年的话是会先针对就是主次要干道的检讨，那115年会针对全台北市4车道以上的路口去检讨设置行人绿灯照开。 针对这项设计，交通局表示，根据满意度的调查结果，有8%的民众表示支持。行动不方便的人，对他来讲，他可以增加这个穿过马路的这个速度来讲，比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有一点 buffer 的时间给你，你最后还可以有一点赶快推过去。那但车子也不会那么早，就是直接要冲过来这样子，会有一点缓冲的时间。 行人先行相对的汽机车的驾驶人，因车顶通行的秒数嘛，得咧缩减。所以嘛，有驾驶人有无同款的看法？不能让行人先走，然后那等于是间接的把汽机车的秒数给缩短了。那赶时间的人就有觉得有差。针对汽机车通行的秒数相对缩减，交通局表示讲，根据研究显示，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置比较过去传统的行人专用号志，对交通流量影响上轻。嘛强调驾驶人爱加挂耐心，才会当确保意外袂搁再发生。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。